这暗暝我扛伊，一条呢风袂过，看着真多七六徛伫路边向我塞无话，我的目睭底，因身躯不停洗啊洗，啥无因拢徛伫石头底，是咧创啥货？总是因为花期我家养一两一个，我也袂开始讲话，因都比着奇怪手势，身边一个比零加五看甲火啊火，也是了拢不是啥物意思咧，到底。卡比将是咧创啥货？小姐，小姐，你的气势是啥意思咧？小姐，小姐，敢是有问题，需要我帮忙的？这暗暝我徛伫一条微风的街，看着真多豺狼徛伫路边向我塞马背，我的目睭底，因身躯不停洗啊洗，小无伊拢徛伫石头底，是咧创啥货？手势身边一个比零加五看甲花花，也是老拢我是啥物意思咧？到底？小姐，小姐，听你安怎哪咧无根处咧？小姐，小姐，你拢卡比车是咧创啥货？气势是啥意思咧？小姐，小姐，敢是有问题，需要我帮忙的？小姐，小姐，听你安怎哪咧无根处咧？小姐，小姐，你拢卡比车是咧创啥货？是我困难，需要我解决的。